川普选赢总统伊目前受4件的官司，会安怎来收煞呢？针对2016年竞选的时，川普复活节野车封口费的这案川普是主张讲总统公务行为会当免除刑事起诉，认为讲这案应该要撤销。这案本地12要裁决，法官是决定要延到19。另外，北京有一寡真敏感的机密文件，互阿宾哥外流，这个军人嘛封判15档的有期徒刑。纽约州高等法院法官目前关键12就川普的封口费案，最后是维持原判惊醒还是撤案做出裁决。因为川普要伫明年1月宣誓就职，法官同意曼哈顿地方检察官被爱用的要求延期到19，以便有更较侪时间斟酌。川普5月封指控2016年大选进前，付予验车13万美金封口费来暗砍家己的婚外情，涉及规则商业纪录行为34项罪名，互陪审团宣判全部成立，原定7月封判刑。不过川普的律师要求，根据最高法院对合并权的裁定来撤销川普的定罪。最高法院7月判决决定总统公务行为会当免于刑事起诉，也就是讲相关案件应该撤销。目前原本排定12针对这个主张做出裁决，即马各方拢有记川普未如期伫这个月26方宣判入刑。国家大楼大批机密文件，互空军士兵泰谢拉什劳12判刑15年。Included information about troop movements in the Ukrainian theater, about provision of supplies to troops. It included information about a plot to kill Americans serving overseas. 检察官表示，泰谢拉捌伫通讯应用程式 Discord 的私人电脑主机中分享机密资讯，佮俄罗家己有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朗甲中国的资料。以今年3月，对于调监保留甲传播各项资讯涉嫌触犯间谍法等6项罪名，4月方逮捕，佮真罪。公司新闻吴伟林编译。